比特幣，一種被稱為數字黃金嘅資產，近年嚟備受投資者關注。佢唔單止係一種新興嘅金融工具，仲具有獨特嘅投資價值。究竟投資比特幣有啲乜嘢特點同埋機會？今日我哋就嚟淺談一下。比特幣嘅特點，點解比特幣會成為獨特嘅投資選擇？首先，佢係一種宏觀經濟嘅對沖工具，喺市場動盪嘅時候被視為抗通脹嘅資產。其次，比特幣係全球化資本流通嘅載體，佢唔單止唔受外匯管制嘅限制，仲可以快速轉移資金。作為區塊鏈生態系統嘅核心，比特幣嘅價值受到去中心化金融同埋智能合約技術發展嘅支持。隨住機構投資者嘅參與，好似 Tesla 同埋 Grayscale， 市場對比特幣嘅信任會步步提升，會為投資者帶來更多嘅資金流入。除此之外，比特幣嘅供應量固定喺2100萬個。隨住市場需求嘅增加，呢種稀缺性會進一步推動價格上漲。比特幣嘅技術正在不斷咁升級，例如閃電網絡，唔單止提升咗交易速度，仲降低咗交易成本。所以佢嘅支付應用價值被增強。比特幣嘅多項投資優勢，首先佢同傳統金融市場嘅相關性較低，喺股市下跌嘅時候能夠提供對沖功能。比特幣係7×24嘅交易全球市場，唔需要依賴中央機構。另外，比特幣作為可編程嘅貨幣，支持創新金融嘅應用，例如跨境支付同埋自動化交易，為未來嘅金融市場帶嚟更多嘅可能性。投資比特幣嘅風險，當然投資比特幣亦都存在風險。由於市場規模仍然相對較細，部分大型嘅投資者可能影響市場價格，導致短期內大幅波動。另外，由於各國政府嘅法規政策不一，部分地區對比特幣嘅監管持嚴格態度，呢個因素會增加投資嘅不確定性。仲有一啲技術風險，好似量子計算嘅發展，亦都可能影響比特幣網絡嘅安全性。如何有效投資比特幣？投資者可以考慮多元資產配置，將比特幣作為1到5%嘅資產組合，以降低風險。另外，定期定額嘅投資策略可以平滑價格波動，可以避免一次性投資帶嚟嘅市場風險。對於一啲長線嘅投資者，可以利用比特幣嘅稀缺性同埋增值潛力，作出長期持有嘅策略；而一啲高階嘅投資者，亦都可以運用期權、期貨等衍生嘅工具嚟到管理風險，但係絕對需要謹慎控制槓桿。隨住全球金融市場嘅數字化，比特幣作為數字資產嘅代表，未來仲有廣闊嘅發展空間。投資需要時刻保持冷靜同埋審慎，充分了解市場風險，制定合適嘅策略，先至可以把握到呢場金融變革帶嚟嘅機會。今集傾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